我们这个服务团队经常受到民众的陈情啊，被流浪狗追逐或者有人弃养流浪狗啦，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投诉啊，民众希望我们检举，我们能不能拿出具体的方式？我来找地方，我把这5个地方找出来之后，确定在这个地点，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经费来挹注来支持，才有办法。所以我们商讨了之后，就确定了说没有问题，那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推动这个原本市政府就有想要做的一个既定政策，来协助市政府把这件事情做好，在人和浪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个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要有的责任，你光给行政单位，他们没办法去容纳这些的工作那么大量，所以我还是呼吁，不管是地方的里长、邻长，甚至是地方的动保团体，各方面大家要共同来努力。我想，流浪动物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普世价值，怎么让它生活得好，但是又不能影响到人的生活，我想是未来大家一个重要的课题。重点在于这些的源头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再加上后面还有这些后送，然后把后送的单位再来个别的训练成另外的工作权，也不是不可行的。那我觉得踏出这一步，给全国各县市的有一个好的榜样。这里是2公顷，大概我们现在先一半的一个状态去做我们那个暂知区，大概可以容纳200只。那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有经费的话，可以再扩大。那这个环境的话，大概这200个这些我们的犬只啊，大概是以收集我们那个仁德区，尤其是成功里为优先。这边的区域未来还是会开放认养。就是说我们把狗训练好，那我们先进来以后做好训练，放在我们毛孩生活村以后，然后再把狗狗在这边做认养的一个动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近年来不管是台南市还是其他各地，都有频传有一些浪跟人产生一些冲突的问题，甚至咬伤人类，咬伤市民朋友们，或是咬伤这个动物的这个部分频传。每次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那也感谢议会的支持，我们设置这个毛孩的临时收容所，能够让这个毛孩有一个比较舒适安全的家，也不用每天在外面流浪，甚至为了食物或是为了其他的情形来攻击人类或其他的动物。那我们未来还是持续在各地方来找寻动物的临时收容的地方。以这个仁德生活村来讲，我们是主要是第一个首要是收容仁德地区的浪，其次是收容新丰区的浪。如果还有空间的话，才有考虑其他的地方的浪的收容。我想台南市的土地面积是2192平方公里，没有理由找不到其他的这个收容浪的地方。大家既要能够减少浪在街头上对人所产生的威胁，但是又要找到地方。那这点我们是希望市民朋友多支持。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12月3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频3角龙上主车团队今年度特别以电视360在家实境旅游为主题，申请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协助台南市拼文化观光。360实景影片上午首次发表，在北区林爱里。互长辈先来体验。
另外，65岁以上长辈差不多每一天拢会来活动中心学习新的课程。这回中价款评三冠王双主持团队为了让大家伫厝摆脱一般看到拢是平面单一镜头，现在透过机上新开发的 App。看到吸收360度环境效果，嘛互长辈时段感觉相当的新奇，纷纷来体验操作，大开眼界。看起来都是广角性的啦，就是像咱身临其境那种感觉，像咱伫咱兜咧看物件，四颗人灯拢看会清楚安尼。操作非常好操作啊，可以360度的收形操作很简单啊，就左右上下收形自己要的位置啊，想要仔细再看一下的位置，这样。这条软体因为有设计按赞留言的功能，嘛是伫厝陪老大人甲电视有双向互动的机会，加上先看台南有倒一搭新鲜好耍，请大家到户外行踏。很多老人他都会在家里面，没事就是守着电视机，然后守着电视机呢，没人跟他讲话，然后他可以拿着遥控器，可以用语音的方式跟电视做一个小互动，然后有什么想法的话，他也可以直接透过电视机来做一个小互动啦，就等于说自己才不会那么无聊。然后呢，觉得这张影片不错，还可以一个赞。然后这些都是可以透过语音或者是直接遥控器操作就可以了。对中小企业来讲，为了延续经营，一定要求新求变，持续创新研发。所以中价款评三冠王双主车团队特别用电视360在家实景旅游为主题，申请台南市经济发展局113年度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希望协助台南成为文化观光整合的利器。最主要是要让长辈体验一下新的这种看影片的方式，而不是都只是看这个平面的。那它可以利用我们遥控器的上下左右键，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影片里面的全景。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些互动的功能，那譬如说你可以按赞啦，那你可以去表达说，我已经在这个节目影片里面是一个观看者啦，那或者是我可以用语音留言的方式来表达你对这一支影片的心情，所以这个会是给我们长辈在看电视的一个非常全新的体验。中价款评情景地方，除了小介上新的360实景影片，给大家，嘛持续巡回社区，教大家在媒体爆炸的年代，如何分别真假消息，让每一个人拢拥有批判、查证等媒体素养的能力。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吧系列活动已经接近尾声。立法委员林俊宪甲桂国文结合台南铁路地下化以及火车站暂建广场改造计划，提议将台南火车站对面的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台南分局刷走，原地改建为台南历史博物馆，作为送予台南市民的一份大礼。由立委桂国文甲林俊宪联手推动，希望争取台南市立博物馆会用伫台南火车站前来设立。3号上午，会同经济部标准检验局、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甲伫台铁南区营运处，共同伫个标准检验局台南分局来召开记者会，希望会用将标准检验局台南分局来签刷，改建为台南历史博物馆。最近呢，因为铁路地下化在2026年据说年底的时候就可以通车，那接下来呢，我们跟东区那边呢就可以形成一个地理的缝合，那另外呢，我们又看到呢，最近呢，我们那个交通局局长又提出一个站体的一个规划，那站体的规划呢，我也特别跟李俊宪委员呢讨论到，我说俊宪委员站在这个站体的规划这个不错，可是如果可以把标准局这边呢结合在一起更好，俊宪委员马上给我一口，这个不错，这个所以也是今天促成今天记者会最主要一个原因啦，我们台南市的概念就是一个城市博物馆，就是整个城市就是一个你在步行的距离内，你每个地方处处有惊喜，你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尤其交通局这个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在离火车站的对面嘛，也就是说。
这个应该完全要纳入在我们未来的火车站愿景改造里面。那我们市政府的交通局和文化局谢局长这边应该也有相当的一个想法跟规划。那我们希望今天相关的中央各单位能够一起来促成。立委表示，虽然对囡仔时代伫个火车站出入，都拢会看到这栋标准景面局、台南分局。上午召开记者会，相信嘛是真侪人第一届入来。即届结合台南铁路地下化。甲伫火车站前广场的改造愿景，设立站前历史博物馆，徛伫个地方的立场嘛乐观其成。台南要怎变做台湾的文化首都的时阵，我看上重要一个轴线，其实是安尼台湾来看，出火车站了到民生绿园所辐射的这个范围，它几乎就是一个代表台湾历史跟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域啦。然后委员提出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世界的潮流，那么回应一个台南作为台湾的文化首都的这样子一个愿景。现场议会包括中央甲地方的官员、民意代表拢表示支持。如果该计划顺利，国有财产署甲伫标准景观局爱先来找地签刷，才会用完成土地移拨的使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提升民众对生囝安全的认识，基美病院特别甲台南在地公庙开启林水夫人妈庙，共同宣导生囝安全的重要性，将医疗甲民间的信用做结合，成为医疗界先例。现场佮准备1000个平安玉手，分送予民众祈求平安。面对高龄甲少囝化，孕妇生产的安全就相当的重要。基美病院连续3档，伫个病人安全周的活动，就将孕妇生产的安全列入去重点。今年还佮结合在地公庙，甲咧开启林水夫人妈庙来合作，希望借由传统信仰的力量，宣导产妇生产的安全。奇美医院我们非常重视孕产安全，也配合卫生福利部推动病人安全的年度目标，要来推广病人孕产安全。那在过去，守护这个孕产安全最重要的就是咱林水夫人妈这个庙宇，那么能够提供大家心灵上的抚慰、保障伊嘛是全台湾第一个来推动这个孕产安全上界零下上界有经过的这个礼物所以大家呢生产前进前，大家记得一定要到林水夫人妈庙来拜拜，嘛爱定期产检，我们来一起保障孕产安全。台南的特色就是庙宇很多嘛，那其中有一间庙很特别，叫林水夫人妈庙它就是专门守护孕产的安全的，所以我们想说，这个是台南民众的信仰，那我们能不能结合这个信仰，那跟医疗一起来宣导推广这个守护产妇跟 baby 的安全所以特别在这边办这个活动。那我们还准备了1000个这个安产的御守，等一下要请我们院长跟庙方的这个主委在庙里面去做个加持，然后再分送给现场的这个准妈妈们这样子相传林水夫人是富有红鞋甲保护产妇的守护神，开启林水夫人妈庙是台湾上早的足道顺产守护红鞋的庙宇。这届基美病院嘛特别结合乡亲医疗安全，甲着祝福的1000个安产御守，有着庙方加持，要来分享给参与的活动民众。透过甲庙宇的合作，扭近社区甲医疗的距离，共同为推动安全医疗，甲着社区的健康贡献心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随着医学进步，心脏瓣膜手术已经有新的微创技术会当选择。安南病院不只是目前国内少数会当独立执行 TAVI， 也就是经导管主动脉瓣膜植入术的区域甲病院。两位主要的执行医师，医疗副院长陈伟华、心导管室的主任黄成伟，也完手认证的独立操作的资格。安南病院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向大家来做说明。请按钮。安南医院一直致力打造高品质
医疗环境。安南医院 TAVI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3个月内存活率100%的成果发表，特别邀请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卫生局副局长黄文正等贵宾一同见证。赵副市长表示，安南医院在年初时有开心手术1000例的记者会，现在年底又发表了 TAVI 这项新手术的成果。安南医院各式的医疗发展可嘉惠所有的市民朋友。年初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们大概是有很多新的这些手术的部分，有1000例的这个开心手术的这个病例哈，我们有一个记者会。那今天年底来，大家又有非常大的这个进步，那也是在林院长的领导之下，跟我们的技术团队哈，跟我们的医师，还有我们的护理人员，共同创造这一个新的更令人期待，而且是救人无数的这个新的这个手术的一个革命啦。那刚刚师也有特别提到，这个是3个月内的这个手术完之后的100%的存活，那也是我们少数在台湾的区域医院里面可以去执行这样子先端技术的这个手术。对以前平常讲，我们当外科医师就我就是台大训练，我老师有讲，big surgeon 就讲大医生、大医师一定要开大刀，要开肠剖腹才是大医生。那现在后来呢，就开始有所谓内视镜变小，现在发现可以从这个比较远端就可以开心脏所以内外科先不分啦有些内科医师做的事情，外科医师开始做，外科医师的这种，但我们医院不一样，我们内外科一起来，跟麻醉科一起来。那刚才这个这个心脏的这个4D 这个是会开刀当中非常重要，他们从食道进去观察那个心跳的情形，所以我们对师傅承诺，除了说重置成本，其实都变高，以外是越来越低。传统主动脉瓣置换术需开大刀来操作，对于体质较弱的患者来说，不仅风险较高，术后恢复期也较长。TAVI 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微创性，无需开胸，故创伤小，且恢复期短，低并发症风险，成为年长者及高风险患者重要的替代方案。那这个手术的好处就是，它就是透过我们的股动脉，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动脉但是透过穿刺的方式，可以直接将这个瓣膜置换到患者的原本的主动脉瓣的位置。那目前因为手术的这个瓣膜的成熟，所以这个手术的相关的包括并发症也好，或是可能长期需要这个心脏节律器这些风险有降低蛮多的。那目前我们医院也跟其他医院一样，正在努力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治疗。那安南医院过去这1年大概截至目前为止完成了5例手术，那大概3个月到半年的死亡率是0了那病患复原都相当良好。那预计今年大概会完成10例这样的手术。安南医院从去年顺利取得健保操作资格，针对重度主动脉瓣狭窄又不适合传统手术的患者，只要符合以下所有条件：心脏衰竭症状、重度主动脉瓣狭窄，2位心脏外科医师判定开心手术风险较高，术后存活率至少1年以上，即可申请健保给付。这位王阿嬷就是安南医院 TAVI 手术的成功案例，今天也特别到场献花给医疗团队，感谢他们的再造之恩。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第50届郑旭白城市新闻奖，今年总共有502件作品参赛。中嘉宽频长期关注社区的议题，旗下庆联有线电视嘛以着木子欢迎回家新闻专题报道节目，得到郑旭白城市新闻奖的信义帮握社区营造甲地方创新报道奖。得奖的是庆联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木子欢迎回家。从颁奖人手中接下奖项，中嘉宽频庆联有线电视木子欢迎回家，以温馨感人的叙事手法，记录全村共同寻根的过程，荣获曾旭白先生新闻奖中信义房屋社区营造与地方创生报道奖，也展现地方媒体的价值与力量。
这次的这个参赛的节目，它其实是我们去找了山林区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然后看见了这山村在高龄化、那人口高度外流的情况之下，那社区的长辈怎么样去结合地方的组织，那把自己的过去的记忆复刻出来，然后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这个村庄。那它不管是地方文史或者是社区创生来讲，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其实我们讲地方文史，那谁是文史？其实活在那个地方的人，留在那个地方的人才会知道那地方的故事跟文化是什么。非常兴奋，也非常荣幸啊，这个得到这个奖，这是我们中嘉集团第2次获得信义房屋的社区营造的这个新闻奖。我们有那么优秀的团队可以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奖。我们同仁投下了很多的心力和精力，也欢迎大家在我们高雄台以及 YouTube 上面来看到我们最棒的报道。素有台湾新闻界普利兹奖美誉的曾虚白先生新闻奖迈入第50届，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奖项。曾虚白先生新闻奖基金会董事长刘克襄感谢民间企业支持，增加奖励的深度与广度，鼓励更多新闻工作者制作优质报道，发挥媒体力量。台湾新闻传播界重要的媒体工作者，不论已经退休的，或者目前在线上的，有大半都得过曾虚白先生新闻奖。这个奖还是持续在做着，而且越做越大。今年我们参赛的作品有502件，这对评审委员来讲压力其实是蛮大的。他们经过了这个初选，然后复审，今天终于有了47件进到这里。也因为变得多元多样的时候，我们过去的传统的曾虚白这50年，其实在过去的10几年已经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奖项已经没办法去面对新的社会的变化跟议题的出现。所以我非常感谢民间企业站出来协助我们，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中嘉集团，非常感谢信义房屋企业，非常感谢台湾电力公司，有他们一起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培养更多新闻的专业的人才。恭喜国立教育广播电台。中嘉宽屏携手曾虚白先生新闻奖，从2021年开始创设媒体素养奖，今年总共有36件作品参赛，竞争激烈。透过奖项，不仅鼓励新闻从业人员制作出优秀媒体素养作品，也让民众关注媒体素养教育议题。我们中嘉希望透过跟基金会的合作，提升这个新闻品质。我们也希望受益的是全世界、全台湾的每一位的观众，这是中嘉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方向。因应媒体多元发展，今年曾虚白先生新闻奖中，台电大专院校学生环境与生态永续报道奖新增短影音类奖项，给学生们更多参与机会。也知道呢，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同学也会很擅长使用手机来拍摄。所以我们今年呢，在我们台电所这个赞助的大专院校学生环境生态永续报道奖的短影音的作品这边呢，我们也就开放了同学是横式拍摄、直式报名今年的学生作品呢，其实比去年多了43件其实是蛮大幅度的成长那其实我们评审是很好奇，就是说，同学在关心什么？那我自己是觉得呢，今年的议题呢，主题没有很明确看起来同学都还蛮发散的。也许呢，未来我们会在强化在公共性这个部分的这个讨论希望在学校里面呢，有接受新闻传播教育的同学，可以呢掌握这个公共性跟结构议题的这2个重点走过半世纪的曾虚白先生新闻奖将踏着坚定步伐迈向下个50年，为新闻工作树立标杆，并鼓励新闻从业人员制作更优质的新闻报道，为台湾媒体素养与教育奠定厚实基础。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南台科技大学资讯传播系番茄蛋蛋团队，在农新北市中和区华新街缅甸归侨协会
开设画图班甲手机班，将少年人的创意甲热情带予长辈学员，或者长辈学着画图的技巧，并且轻轻松松对当掌握智慧型手机的使用方法，为社区注入温暖甲活力。新北市中和区华新街是台湾最大的缅甸华人聚落，居住着许多来自缅甸的长辈。番茄蛋蛋团队看准长者对于学习新事物和参与社区活动的渴望，特别规划了绘画及手机2项课程，希望透过年轻人的指导与陪伴，让长辈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然后画画的时候，像是有点像就是像烟火一样的这样，或是比较圆形的。大家看一下自己的照片。番茄蛋蛋团队也耐心指导长辈基础的绘画技巧，从简单的线条到色彩的运用，一步步引导长辈进入绘画的世界。虽然有不少长辈从未接触过绘画，但在年轻人的鼓励下，都勇敢拿起画笔，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我画的是我小时候70年左右的。全家福，我看到一张我就觉得好可爱，就画成那个卡通的样子。那是你几岁的时候啊？那时候5岁。那背景是在哪里？背景就是在一个在以前在缅甸的时候，一个办公室里面。为什么选这张？这个衣服很漂亮。那今天来画画的时候开心吗？很开心。这次特别感谢你们，就是帮我们辅导他们，教他们这个画画。我觉得非常感动。今天我看其中一位老人家把他自己想法，他自己的愿景画出来，想画一个花园，种花种草这样子，就是表达他们自己的这个想法，这个是非常好，也非常感谢你们。番茄蛋蛋团队指导老师郑路平表示，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不仅让长辈学习到新的技能，更能拉近世代之间的距离，让年轻人也能从长辈的身上学习到更多宝贵的人生经验。学生们不仅能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更能培养社会责任感。南台科大番茄蛋蛋团队这一系列的活动，不仅受到长辈们的欢迎，也获得社区民众的肯定。未来，番茄蛋蛋团队将持续关注新北市中和区华新街的社区需求，举办更多元的活动，为社区注入更多活力。中嘉新闻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